今年3月8号国际妇女节，台市为了推动两性平权，特别伫爱国妇女馆举办公共政策论坛，并邀请女性以及主管甲女性议员出席开幕式，都要展现女性新时代力量，嘛持续为妇女的权益来发声。3、2、1，插堂启动现在呢，我们请我们灯光已经亮了，我们请我们所有的长官，我们的贵宾看前面啦，看前面，看中间。其中为特除了亲临会场，以赠送台南在地和好，予女性朋友祝贺妇女节快乐以外，参观用100张无共形态女性作为主题画作展览，借出献予每一位勇敢经历生命、努力承担甲坚持的女性朋友。市长表示，咱绝对毋是3月8号才来争取妇女的权益，包括定位计划、女性公务人员甲主管的成长，拢是努力目标。我们有女性的总统，过去有女性的副总统，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高阶的职位由女性来担任之外，其实我们在地方政府方面，女性的公务人员，在从2018到2022这段时间。其实有一些增长，从53.7%增长到54.1%，也都增加蛮多的。然后女性的主管，我们也有至少4%的增长，33%到37%，那这些其实都是看到了我们许多这个在公务人力体系也好，在这个女性的女力的。这个爆发也好，其实我们都希望是有更多的女性工作者来为市民朋友服务。如何一步一步，让生活在台南的女性朋友感受一个对性别友善、尊重的城市，才需要持续努力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。